来看少年事件处理法，行政甲辅导的爱心责的办法已经实施2档了。也毋过，去年青少年刑案的嫌疑人是有47000多人，这嘛是史上上济。其中上济是诈骗集团的车手，也是讲提供零头口座。你欢迎今仔就邀请相关的部会来做报告。 假如2个查甫人往那行往那开讲，便衣警察抓准时间，总算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。109年到113年之间，少年犯罪是诈欺、窃盗、一般伤害、性交威胁、妨害秩序、甲毒品为主。尤其是诈欺案件冲到第一位，少年大部分扮演车手，也是提供引头效果的角色。这样变成是小朋友像免洗筷一样，这一批小朋友被抓进去，然后去送辅导了。 那犯罪团体继续去吸收新的小朋友进来，那反而行政先行没有解决掉现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。国民党伫会议高中现指出，即马少年事件处理法，互早期犯罪无法度溯源，也互青少年车手都亲像免洗地共款用完毒品，受害者愈来愈多。 毋过要改善青少年的偏差行为，敢若考试法还阁无够，要立法质疑。专台4间少年矫正学校，代理老师比率偏悬，是不是真是能解决学校的问题？一个是孩子们适应老师的状况，还有就是老师对于学校的理解，还有就是老师所实行的课程，可不可以真的累积，并且发生效应？我们在聘这个代理教师，如果是经过第3次的招考，我们才。 第3招，我们才会放宽他的一些资格，但是他还是要有符合教师的一些任用条件。警政署是指出，即马少年犯罪问题是，依照目前少数法规定，少年触犯案若毋是5年以上重罪，大部分由少年法庭裁定保护处分、用感化或者是辅导教育。成年了后，佫有犯罪记录多少机制，都亲像毋捌犯罪过共款。 也互少年付出的代价伤过低，才开始有犯罪集团的煽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